好啦，睇個 topic，知不知飲食業如何影響氣候變化？我哋 brainstorming 一下啦。首先呢，我哋要睇下氣候行動係啲咩嘢咯喎。13，佢氣候行動呢有好多個 target 嘅，其中一個 target 呢13.3呢，佢要做嘅嘢呢就係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知識和能力咯喎。咁呢而呢一樣嘢呢就需要呢多學科同埋多專業㗎，同埋呢會強調呢知識嘅深度融合同埋個綜合性㗎。咁我哋繼續睇翻幅圖先咯喎。咁呢飲食業咧會咧令到會產生咧溫室氣體有3大類別嘅。第一類別咧就二氧化碳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咧你要運輸噶嘛啲食物，咁你運輸食物嘅時候咧就會有可能會燃燒一啲嘅石化燃料啦，同埋一啲嘅汽油啊、石油啊諸如此類啦。咁你運輸除咗係有馳道之外咧，仲會有船啦，或者係空運啦咁樣啦，跟住咧另外咧仲有甲烷同埋氧化氮。甲烷咧，唔知你哋識唔識打麻雀啦？我以打麻雀嚟做比喻啦。二氧化碳咧，如果咧係1番嘅話，咁甲烷咧一打出咧就係25番啦。而氧化氮咧一打出咧就295番啦。所以咧佢甲烷咧點解會係飲食業會影響到咧？咁我哋咧係咪好中意食肉嘅？嗱，雞鴨鵝啦、豬牛羊啦，咁呢啲生物咧佢都會有便便噶嘛。便便咧就係一啲咧生物質嚟嘅，佢會產生沼氣嘅。另外廢物分解同埋種植水稻都會嘅喎。點解咧？我哋嘅廚餘啊就係廢物分解啦，因為我哋食剩嘅嘢咧，佢會變成咧甲烷嘅，所以咧我哋香港咧就有建造咗2個嘅沼氣發電廠啦 ，O-Park 1同埋 O-Park 2啦，就將佢咧嘅沼氣咧就變成電能咯，咁就可以減少到啲甲烷，同埋可以咧轉廢為能變成能源啦。點解種植水稻咧又會產生甲烷咧？咁我哋首先咧要了解下咧，甲烷會產生甲烷嘅又仲有咩物質啦？咁我哋咧生產甲烷咧，除咗咧喺呢一個嘅動物糞便之外咧，咁咧其實咧一啲嘅渣滓啊，即係農業廢棄物啊，例如好似呢啲禾稈草啊、甘蔗渣啊，呢啲咧都係生物質，都會咧產生沼氣㗎。有時咧打風咧，剩低嗰啲木材啦都係啦，所以咧種植稻米，唔好話稻米啦，小麥、大麥咧，佢嗰啲枝枝幹幹啊，都會導或者所有嘅種植嘅植物嗰啲，我哋係要佢嘅果實嘅啫嘛，而佢啲梗啊、葉啊嗰啲我哋唔用噶嘛，咁就會變成咗化成呢個沼氣咯。而咧，如果我哋咧唔將啲廚餘處理好嘅話咧，燒咗佢咧，就燃燒生物質啦，或者將啲禾稈咧燒咗去嘅話咧，又係等於燃燒生物質，咁仲就係大鑊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哋咧比二氧化碳強度咧多200幾倍，即係話咧一打出一件出嚟咧，就等於200幾番。你話係咪好大鑊啊？跟住之後，另外仲有咯喎，使用氮肥。如果過量使用氮肥嘅話咧，咁咧佢流落去啲水啊，或者啲佢可能會有啲灰。會導致點講咧？使用氮肥咧會過量嘅話咧，就會導致到咧會產生過量嘅氧化亞氮咯，就係咁啦。所以咧使用氮肥咧就要精準對準啦，所以咧就叫做平平淡淡啦。另外咧問你哋啊，你知唔知中國咧而家碳排放權集中喺邊8大行業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唔知咧。好，嚟我哋一齊睇下先。首先咧就係發電啦，鋼鐵啦、建材啦、有色金屬、石化、化工、造紙同埋航空，暫時就係呢個8大行業啦。但係咧以一帶一路嚟講嘅話咧，點解淨係講航空咧？
咁你海上嘅運輸咧，你陸地嘅運輸點解唔計在內咧？咁呢一個我就唔明白點解啦。咁可能將來有啲教授啊，或者其他國家嘅 leader 啊，佢哋會知道呢啲淨係計航空咧，陸地上嘅池道咪應該都好多石化燃料咩？同埋你船咧用嘅係重油嚟㗎嘛，其實可唔可以用啲環保嘅燃油咧？係咯，所以呢一 part 我就唔係好明啦，可能要科普一下啦。今日就係暫時介紹咁多先啦，拜拜。